想俾屋企人或者係自己揀翻個養老房，澳門嘅選擇又少，兼且仲貴，環境老老實實啦，都冇大陸咁舒服嘅。咁入晉半島嘅3期咧，可以話係非常之合適㗎啦。佢咧喺我哋中山坦洲同珠海交界嘅一個位置，係知名嘅千戶大盤，口碑好，生活配套又齊全。距離珠海步行50米，800米步行咧就可以到珠海嘅明珠站，20到30分鐘你可以行勻珠海嘅主要商圈。2到8公里內咧，更加係有珠海嘅3甲醫療等配套。30分鐘可以到我哋澳門嘅關閘，仲有36、31兩路公交車直達關閘口岸，距離我哋小區咧僅亦都只有800米嘅啫。依家精裝房屋嘅交付單價咧係一個9680蚊起，首付咧更加低至0.5成，仲送1年嘅免息。節後嘅巨惠咧限時返場，錯過咗咧可以話係非常之可惜㗎啦。我咧都會持續直播呢一個樓盤，但係大家好好了解。想揀翻個養老好房嘅，就關注我啦。